咱的国片《世纪血案》剧情是为1980年的林家血案改编的。最近传出讲，这剧组伫咧拍片进程，哪像是无先经过当事人林义雄个因家属的同意，引起议论。对此，剧组发声明回应讲，未来会阁改进，卖主动向对方说明，表示尊重。确实，剧组方面没有任何人跟他们联络，或者是说征得林义雄先生跟他家人的同意。导演他要如何创作，当然是有他创作的自由。他至少应该要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啊，跟事实差别很大的话，那会不会对林先生造成2度伤害？世纪血案其中一位演员杨小丽普文表示讲，若是知影是这种状况，安尼意思当时是绝对袂答应出演。那另外一位演员夏庭雄，伊是透过社群平台回失礼，嘛讲伊未来袂阁参与任何相关的活动。不过，这出戏的导演池坤华，伊是到今拢也袂出面来表示，这电影敢会照常放送，事后有啥物款的弥补方案，即摆就还阁等剧组出来讲互清楚。